又要平又要靚，仲要正，你估街市買餸咩？冇錯啦！今日我帶你見識下咩叫真正嘅平靚正。恒德花園單價6字頭，總價40零萬，月供唔到2000蚊，而且中拎包入住嘅現樓。恒德花園總建築面積6.4萬方，樓盤雖然唔大，但係依然好花心思咁為業主設計咗一個獨立嘅音樂主題花園，而且物業公司仲係連續多年排行全國前3嘅萬科物業。樓盤係位於惠州惠陽東心區人民路旁嘅，我哋10分鐘就可以去到淡水新站高速出入口，20分鐘就要去到深圳龍崗。開頭嘅時候就同大家講咗啦，單價6字頭，總價40零萬就可以擁有一套拎包入住嘅單位啦。咁接落嚟我就帶大家去睇真啲啦 ，Let's go！ 咁我哋嚟到呢個就係83平方，大概893尺嘅3房2廳嘅單位啊。你而家睇過呢個單位就係我哋一個交付嘅精裝標準啦。咁接落嚟我哋睇到呢啲所有嘢，全部都係一個交付嘅標準嘅喎。一入門右手邊可以睇得到，我嘅右手邊係一個鞋櫃嘅，充分利用咗一個入戶嘅空間㗎。然之後就可以見到一個 L 型嘅佈局廚房啊。呢個佈局實用又順手。廚房入面你見到嘅櫥櫃、油煙機、爐頭、洗手盤都係屬於交付標準嘅喎。咁廚房同餐廳佢係連埋一齊嘅喎。你煮完餸之後轉個身，啲菜放喺餐台呢度㗎啦。然之後我哋可以見到呢個餐廳啦，佢餐客廳係連埋一齊嘅喎。佢嘅面積大概有26個方，就係280尺左右嘅。然之後餐廳同客廳連埋一齊呢個設計佢會顯得呢個空間更加闊綽嘅。跟住我哋就嚟到陽台呢個位置啦。陽台呢個單位我哋係向南嘅，正所謂坐北向南，乜都攞破白。主人房睇下有咩驚喜？最正嘅就係呢個3.2米闊嘅南向窗台啦，可以望遠景睇花園。然之後我哋可以送埋呢個床啊、衣櫃啊、床頭櫃俾你㗎。另外一間房我哋都睇咯，同主人房一樣㗎，都係有窗台同埋佢係齊全嘅睡房家私。睇完起居空間，接落嚟就睇下洗手間先啦。乾濕分離嘅設計，洗手盆、馬桶、沖涼房、花灑，幫你配備齊全㗎。我哋呢個單位係有2個陽台㗎，除咗客廳陽台之外，仲有另外一個陽台㗎。而且呢個陽台係可以改成房間，你都可以改成書房啊、麻雀房或者雜物房都得㗎。單價6字頭，總價40幾萬就可以擁有一套拎包入住嘅3房啦。心動不如行動啦！如果想了解更多嘅優惠可以直接聯繫我，關注我同埋私信我。